醒来吧，醒来吧，用本真的自我和不灭的希望，去寻找你心底最深处的梦。醒来吧，醒来才会看见真正的自己，醒来才能揭开粉饰的真相，穿过真诚的谎言，往心底去，往远方去，也许你会浴火重生。也许你会坠入最深的黑暗。爸，给村长爷爷的铁钉说好今天要……爸，您怎么又喝多了？睡在这里会着凉的。来，我扶您进去。爸，您慢点，坐。哦，来。
气白劫。人呢？洒了一地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？又不能往前跑，不然怪物就跟过去了。诡异迷踪。既然躲不掉，就只能冒险一搏了。刺激魔通，这样都不死？眼睛瞎了。他的眼睛是你弄瞎的。独狼附体。你是人是鬼？我叫素云涛，来自武魂殿。我叫唐三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没见过武魂附体吗？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得先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抓蜘蛛。小家伙，你可知道这人面魔蛛残忍嗜杀，在魂兽中也属于恐怖的存在。你今天没被它吃掉，只是你幸运而已。小孩子以后不要在森林里乱跑。我快长大了。你快长大了。
你连武魂都没有觉醒，居然能打瞎人面魔蛛的眼睛？我就随便甩了个钉子，他动作太快，自己撞上来的。那你为什么随身携带钉子？我爸是铁匠啊。按理说，能跟魂兽战斗的只有魂师。像你这种没有觉醒的孩子，却能够刺瞎人面魔蛛，也算是奇迹了。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武魂是内心力量的外在巨显。爸，我今天森林里看到好大好大一只蜘蛛，幸好有一个素叔叔出现救了我，他还给了我一本书。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好奇怪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最奇怪的是我们。哎，爸，您看这书靠不靠谱？这书上说啊，斗罗大陆上人人都有武魂。哎，爸，您去过除了咱们圣魂村以外的地方吗？酒没了。哦，我回头再去打点儿。爸，那个素叔叔啊，真的特别厉害，而且他也有武魂，他的武魂还会变形，是个狼的样子，特别吓人。不过他把那个大蜘蛛给打跑了。他还说他也是一个魂师。哎，爸，您知道魂师吗？他还说他来自武魂殿。那大蜘蛛是什么魂兽？好像叫什么人面魔蛛，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。不过爸，今天我可是把那大蜘蛛打瞎了只眼睛。我觉得像素叔叔那样当一名魂师挺好的，特别神气。不知道在将来我有没有机会也成为这样一名魂师呢？你有能力了？哦，我用了紫金魔瞳、鬼影迷踪，还有一些暗器手法。那个家伙发现了吗？爸，您放心，我保证他没看见。爸，这魂兽到底是什么？我在书里面没有找到相关内容。拥有魂环力量的神奇兽类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哦，那他们凶残吗？吃人吗？人有好坏，魂兽也一样。原来野兽也分好坏啊。魂兽不是野兽。哦，魂兽的聪慧远远超过普通野兽，而且活过10万年的魂兽，真的化身人形，到时候他们和人类就没有区别了。哦，那化成人形的魂兽多吗？魂师和魂兽天生对立，魂师无休止地捕杀魂兽，能活过10万年的魂兽，谈何容易啊！您就是来自武魂殿的执事大人吧？你们这个地方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有举行过武魂觉醒了吧？哎，圣魂村比较偏僻，路又不好，确实很久没有来魂师了。执事大人，我们能否有幸请武魂殿的人来进行武魂觉醒啊？我会在这个地方待上2天，以防止人面魔蛛去而复返。武魂觉醒，我可以做。哎呦，那谢谢执事大人了，我这就通知孩子们，让他们明天都过来。好。村子外面是山，山外面是河，这河水流向哪儿？流向外面的世界吗？这武魂世界到底什么样子呀？可能不像苏叔叔说的这么好。还是我们圣魂村安全，没有魂兽，也没有魂师。唐三，村长。
村长爷爷，进屋坐。我就不进屋了啊！长话短说，明儿一早，你醒了就到我家来。又来修屋顶啊？不是啊，是素云涛大人明天帮咱们村子举行武魂觉醒仪式。这武魂呐，就相当于咱们庄稼人种下的种子，被埋在每个人的心里。等武魂觉醒，种子便不再沉睡，会被唤醒。然后啊，等到你将来有了合适的魂环，你就能成为魂师了。魂师？那成为魂师之后呢？那就是人上人呐。难不成你想在这儿当井底之蛙，一辈子砍柴打铁？要不要我通知大家一起去参加觉醒仪式啊？这个超过年龄啊就做不到了。总之，明天你一定要来我家。不去。哎，爸。我要是今天能够多坚持坚持，说不定就可以自己安全逃出来了。你学玄天宝录的目的不是为了逃走，而是要战胜所有的魂兽跟魂师，成为斗罗大陆的最强者。爸，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这个武魂、魂师、魂兽，既然您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没告诉你，你不也知道了？这本书你都背熟了吗？早就背下来了，一个字都不会错。哎，爸，您干什么呀？哎，我为什么会哭？唐三，你是谁？唐三，唐三，爸，醒了就去洗漱，记得跟我打酒。我又做那个梦了。还是那片蓝茵草，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在叫我名字。那个声音还说什么？他说他在等我。那个声音听上去特别的温柔。那会不会是我妈妈？自从我练了玄天宝录之后，就一直做这样的梦。那个声音是我妈妈吗？玄天宝录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母亲的事，你现在还没有资格知道。等你够强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为什么您每次都这样说？我到底要变得多强才行？继续练习。那武魂觉醒之后会变强吗？会。那我应该去村长爷爷家的觉醒仪式啊。不许去。可是您不是让我变强吗？爸，我那本魂师技术手册呢？关门了。猎兽森林的买卖，我们想进猎兽森林。100金魂币。
100金魂币，抢钱吗？武魂殿通关手令本来就少，这个价钱没得商量。我们没有钱。滚！但我有活的魂兽。1个金魂币等于10个银魂币，等于100个铜魂币，足够我和我爸在圣魂村好几个月的日常开销了。一只魂兽值100个金魂币啊！魂兽极为骄傲，如果战败，往往会自爆而亡，所以活的魂兽是无价之宝。哦，萧晨宇获取魂环，不就是抓了活的魂兽吗？那是被特殊的手段给弄晕了。他是城主之子，资源无数，手下众多，也只能抓到100年不到的幽冥狼，所以抓活的魂兽很难。哦，可是你刚才换手令的不是魂兽，是你的武魂啊！他看不出来，变异武魂很少见。哦，来，那你那只狗还能拿回来吗？随时能够收回。啊？那不就是在骗他？不然干嘛要你快走？这样不好吧？快走！这里进去就是猎兽森林。你看那边，武魂殿执法团，那是魂尊，已经开启3魂环，实力强劲。如果有人想硬闯或者溜进猎兽森林，都很难做到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就想知道，你叫我拉一车萝卜是干什么？那是给罗三炮准备的。罗三炮？罗三炮不是狗吗？它还吃萝卜啊？这和罗三炮的攻击手段有关。走，我们先过去。哦。留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好结果。让一让。我觉得不是逃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也要谢谢你，帮我走出了第一步。不用谢我，这只是交易。魂师从魂兽身上获取魂环，本身是一种能量转换，而魂师的身体有承受魂环的极限。哦，这个我好像听说过，在学院的书里看过。这个极限有精准的数字。举个例子，像你这样要获取第1个魂环，猎杀的魂兽是以423年为限，越接近423年，对你的提升就越明显。反之，如果超过的话，你的身体容纳不了，就会晋升失败。423年，这书上都没这么详细啊。这是用理论推算出来的。
这么厉害，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魂兽活了多少年呢？哎，罗三炮嗅觉非凡，能判断对手的强弱，靠他指引，可以帮你找到最适合的魂兽。哦，啊，大少，城主说过猎兽森林有危险，您不能亲自去。你知道家族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吗？啊？以保护为名，剥夺后代前进的权利，永远躲在庇护之下，只会让后代变得越来越软弱。那唐三他们要是真的逃走呢？刘龙，你注意过他的眼神没有？什么眼神？他这种人，在没有被彻底击垮之前是不会逃避的。要不咱们再查一查？虽然有人看见他离了城，但毕竟不确定他去的地方就是猎兽森林啊。我阻断了学院对他的所有帮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换作是我，也只有猎杀魂兽、获取魂环这一条路。那他哪能跟大少您比？嘘，我从不小瞧自己的对手。在学院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还真不好动手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追上他就是要亲手剥夺他所有的骄傲和希望，夺走他的女人，摧毁他的眼神，这才比较有趣啊！但是他跟武魂殿的关系还没确认啊。我不杀他啊，我只是想要他屈服。来，啊，谢谢大师。咱们休整一下，等罗三炮休息好了再出发。大师，我们这也没走多久啊。他容易累。我看他一直动都没有动，他是不是晕过去了？他其实还醒着。啊？嗯。哎，这罗三炮是一个武魂，还能吃东西啊？这也算获取能量的一种方式，所以维持它对我的魂力消耗很少。哎，来，三炮，吃萝卜。哎，三炮。他怎么不吃啊？你见过狗爱吃萝卜的吗？那你让我带这么多萝卜进来干嘛？哼！小心！罗三炮，运气如雷，轰天裂地！幽冥狼，白色魂环，100年不到。哦，萧晨宇猎杀完幽冥狼后也有这个魂环，这个圈圈到底是什么呀？本质上是一种能量而已。10年魂兽的魂环是白色，100年魂兽的魂环是黄色，1000年的是紫色，10000年魂兽的魂环是黑色，10万年魂兽的魂环则是红色。10万年，一只魂兽真的能活10万年啊！如果你有机会去星斗大森林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可以见到。嗯，我杀的，别人不能吸取。那你不吸收吗？多浪费啊！我的武魂废了，这对我没意义。哎，怎么尸体和魂环都没了？一般情况，魂师不吸收魂环，那么魂环还有魂兽的尸体会在1个时辰内自行散去。这只幽冥狼100年不到，所以消散的速度自然更快。哦，那一般吸收魂环都直接用手摸吗？
最好先驱动武魂，吸收魂环的时候需要。哦。哎，刚才三炮的表现很好啊，那你怎么说他废了呢？我们只是在做交易，我没必要跟你解释这一切。刚才那个是三炮的魂技吧？挺厉害的，就是看上去有点那个。对，他的攻击手段比较特殊，啊，真独特啊！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他不吃萝卜吗？罗三炮只能攻击3次，每次攻击完以后都要靠这个补充能量。哦，只能吃萝卜，这个最有效。唐三，啊，小五，城主府的，请进吧。麻烦问一下，今天还有人进去过吗？有啊，和我差不多大，差不多，一男一女。问的还没完了，哎，进不进去？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啊！最后一句，他们还没出来吧？没有。谢谢。你先出来。哇，这就是三炮啊！他胖嘟的好可爱啊！是不是因为他的攻击只能发动3次，所以叫三炮啊？可是奇怪，他怎么是只猪呢？他是狗。小五，你怎么跟我们一起来了？谁让你出来也不叫我？可是你怎么在筐里面呢？你们在买萝卜的时候，老板在后面搬筐，所以呢，我就趁机钻了进去，机智吧？现在不是机智不机智的问题，这里是猎兽森林，到处都是魂兽，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我来都来了，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回去吧？能不能先把他送出去啊？出去容易，从哪里再找个手令回来啊？我就跟着你们，我一有危险我就跑。兔子最有力的就是腿啦，所以呢，我跑得可快了，而且我还有袖剑啊，保证不给你们惹麻烦。大少，你看看刚刚那人那样啊！哎呦喂，我跟您讲，要不是您拦着我，上去就是一招黑虎掏心。我跟你说，那是武魂殿的执法团，你真敢冲啊！武魂殿也过于强势了，弄得猎兽森林就是他们家的一样。再说他们区一个门派，凭什么对大少爷你这么横？刘龙啊，你记着，实力强，才有资格强势。是。哎，大少，有车轮痕迹，往那边去了。哎，推着车进猎兽森林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手令。不着急，等抓到他们以后，慢慢问。啊，跟上。哎，是。恶伯，只有萝卜可以吃了。来不及吃了。为什么？要准备跑了呀。跑？你要干什么？听你们刚才说，你们杀的是幽冥狼啊？对啊。幽冥狼在森林里面可是群居的呀。幽冥狼群不好对付，快跑！这样是逃不掉的，不如回头迎战吧。得想办法把狼群引开。谁来引？罗三炮。哎呀，我刚听到你们说话，他
他在骗你啊！骗我？骗我什么？他说423年是第一个魂环的极限，根本就没有这种理论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把学院藏书阁里的理论书全都看了，你知道吗？有高级魂师说过，如果第一个魂环选择超过300年的魂兽，几乎100%晋升失败。那他或许是想让我挑战极限呢。魂师晋升失败，不是重伤就是丢命啊！那个大师分明就是想害你啊！他要是想害我的话，直接把我交给萧晨宇不就得了？他只是想证明自己的理论，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办法到底会不会伤害到你。不会，我反复思考过，大师对我蓝银草的规划是对的，是有合理性。应该是土灵鼠，很可爱的。要不我们换一只吧？其实我一直想问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理论书啊？我来学院就是为了弄明白武魂的本质是什么呀。那你弄明白了吗？还没有，太复杂了，得慢慢来。又怎么了？幽冥狼群的领地。有意思的是，一路上几乎所有的魂兽都避开了呢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一路上也没魂兽啊。有走动过的痕迹，还有残留的气味，挺明显的呀。这你都能知道啊？因为我从小就在林子里长大。走吧，那边应该有大家伙。松开，给我松开！住手！竟敢作弊！哎，不是王胜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都说了不给你抄，不给你抄，你怎么还上手抢呢？他怎么说谎啊？你什么你？老师，是我承认错误，我没能及时阻止王胜作弊，我甘愿受罚。这是你抄我的！哎呀，行啦，老师，王胜的卷子他拿走的，我可以作证。不是，你们几个复课生找事儿是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王胜、柳龙、季凌帆，现在给我出去！老师，我……其他人坐下继续考试。武魂格斗是一种非凡的技巧，更是一种精巧的艺术。当你们升到中级或高级魂师学院以后，就有机会到大斗魂场进行专业的团队比赛训练。下面有请萧晨宇同学给大家做示范，大家要多多向他学习。格斗切磋需要搭档，唐三就不错。唐三，请你配合萧晨宇。是，老师。唐三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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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小我远点儿，我会考虑手下留情，你也不会太难堪。开始吧。大家没看清吧？没看清，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对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我再示范一次。巡天弓。老师，他们以多
大家都站回去吧。普通格斗只是普通的体力活动。下面请同学们将武魂附体，击打前方的沙袋。你们要感知自己的武魂，把它当成你们身体的一部分。当你要伸展它时，就像是把自己的手脚伸展开一样。多了一对耳朵，没有其他的了吗？速度还会稍微快一点。原来小五姐的是武魂是兔子。我既然上学读书了，就决定正式给我的武魂起个有文化的新名字，叫做有骨兔，好听吗？还挺可爱的。控鹤青龙。打架算我一个。哎，你俩别太过分啊！是你们先动手的。柳龙，萧晨宇的衣服脏了，带他回去换一下衣服。是。这事儿没完。萧晨宇明摆着欺负人，老师也不阻止，太过分了。老师表面上是惩罚你们两个，但实际既阻止了萧晨宇借上课之名对唐三下狠手，也不至于得罪那帮公子哥。小五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衣服一会儿就干了。三哥，我们下午还有工作，就先走了。去吧。小五，走。什么事儿？你这衣服湿了，会着凉的，我给你烘一下。好暖和，你的手为什么像炭火一样？不烫吗？我每天都会练习一些功法，时间长了就这样了。哦，也教教我呗。真的想学？这修炼呀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来，转过来，后面也得烘烘。这能行吗？我已经在左前、中间、右前3处分别设下了埋伏，加上落叶的覆盖，简直是浑然天成，绝对不会被发现。现在就等他们过来啊，然后一脚踩到落叶下面的炮仗，然后就嘣，啪，丢！哎，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来？现在天也不早了，你们呀抓点紧，干不完别。
几个输了不要紧，可您不能输啊！我现在能力不够，我打不过他们，也教训不了他们。大少，我有一计。也好，他们两个生性顽劣，是该好好教训一下。昨天的实战课，相信大家都有所收获。今天，我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，1对1进行指导，并且打分。小五，你先来。好。好厉害！腿部力量是你的强项，需要多加练习。将来可以选闪电兔、玉兔等腿部力量强大的魂兽，作为你的第1魂环。一定要猎杀魂兽才能获得魂环吗？没错。有没有第2种方法呀？绝对没有。该你了，唐三。老师，我的蓝银草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办法攻击。这哪是蓝银草啊，废柴吧这是。老师，您能指导我吗？你的笔试成绩很好，也很聪明伶俐，但是，对于像蓝银草这样的废物魂，在实战方面，老师经验不足，爱莫能助。可是老师，我不想放弃。我要成为一名魂师。建议你研究武魂理论，深入研究，将来学有所成，说不定能成为理论大师。你可以像老师一样，当一名教师，总会有用武之地的。谢谢老师。哎，别愣着，我们去打架好不好？不要想了。进来。大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您说蓝银草不是废物魂？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长话短说，我还得去看大门。所有人都说蓝银草是废物魂。刚开始，我觉得任何一样事物都一定有它的特性和作用，哪怕是最为常见的蓝银草也不例外。可是经过这几天在学院的学习，每个人的武魂都有进步，可唯独我的蓝银草跟之前我武魂觉醒时的状态一模一样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说一遍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大声点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。
其实我爸对我挺好的。这还好呢。他只是不会表达。好了，咱抓紧时间走吧，还得翻山呢啊！来，左手的锤，不要让人瞧见。玄天宝录这4个字，不要让人知道。你自己的路，自己去走。怎么了？啊，我钉子忘拿了。把注意力集中在手上。气武魂镰刀，马马虎虎算得上是武器吧。用意念收回。用右手摸上去。孩子，你没有魂力，不能成为魂师。谢谢大人。有了武魂，还不能成为魂师吗？唐三，为什么不进来？苏叔叔，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爸爸、村长爷爷还有您都跟我说了除了圣魂村以外的武魂世界，可是你们每个人说的都不太一样。你既然如此好奇，就应该自己去印证。你就不想知道你自己的武魂，或者是你们家族的武魂是什么吗？啊，还可以知道家族武魂？武魂能够家族传承，父母任何一方的武魂会传承给后代。你面对人面魔蛛没有退缩，我能看出你有一颗强大的内心。我相信你的武魂也有可能强大和特殊，所以你很可能拥有当魂师的潜质。那除了魂师这条路，还有其他变强的途径吗？在斗罗大陆上是没有其他可能的。那我要变强，我要当魂师。伸出右手。蓝银草，这怎么会是蓝银草？你出来吧。所以这就是我的武魂。这蓝银草是最常见的废武魂，不能攻击，不能防御，也没有辅助能力。拥有这种废武魂，是不可能成为魂师的。那我不能再变强了吗？你既然来了，那就测试一下你的魂力有多强吧。大人呐，
那蓝银草，这种武魂，魂力再强也没有意义呀。我知道，来吧。天生满魂力，天生满魂力，万中无一呀！哎呀，谢谢您让我知道了我的武魂，其实我还挺开心的。我爸还在等我捡柴回去，我先走了。村长爷爷，我走了。唐三，你想不想加入诺丁学院？可我这不是废武魂吗？你为什么不跟那个素云涛走？你又没答应，我不会走的。我不让你去那个觉醒仪式，可你一样去了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那个素叔叔说我的武魂是传承您跟妈妈的，我去参加武魂觉醒仪式，也是想多知道一些我妈妈的事情。那你的武魂是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玄玉手的作用吗？现在我就告诉你。哦。把怒火烧旺啊！爸，这武魂都是在右手的吗？我今天在武魂觉醒仪式上，总觉得我的左手好像藏着什么东西。张开手掌。集中注意力，让心底的力量释放。双生武魂，双生武魂很少见吗？让它显形。爸，这好难啊！我感觉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压着一样。释放内心。果然是昊天锤。昊天锤，爸，这锤子长得好难看啊，而且我感觉它好重。爸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收回去。左手这个武魂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这锤子和蓝银草是传承您和我妈妈的吗？